法院合議庭經過通宵審議，決定收押陳水扁。合議庭經過10幾個鐘頭嘅審議，3個法官以2票對1票通過當庭收押陳水扁，為防串通公詞、毀滅證據，禁止陳水扁會見任何人。稍後會將佢移送台北土城看守所羈押。今次係台灣嘅司法史上第一位前領導人被收押。根據台灣傳媒報導，陳水扁喺庭上選擇性回答問題，將大部分嘅責任推落去太太吳淑珍嘅身上，強調自己並唔知情，又否認曾經收受賄賂。根據台灣法律，陳水扁嘅貪污罪最高刑罰係判入獄5年或者係以上。合議庭尋晚8點鐘開庭審理，但係陳水扁喺開庭嘅時候一度投訴被法警打傷，被送去台大醫院驗傷。庭長話陳水扁嘅肌肉輕微拉傷，但係身體狀況仍然係可以。最後將佢押解返去法院繼續聆訊。而喺台北土城看守所外面，警方一早封路嚴陣以待，又架起鐵馬擴大封鎖線，同埋出動大約2000個警員戒備，提防任何嘅衝突事件發生。警方稍後將會全程護送囚車由法庭嚟到看守所。而看守所特別設立小組，為陳水扁即將扣押作出安排。我哋記者方東升呢，而家就喺台北法院㗎。東升啊，交俾你講下最新嘅情況。好，唔該晒盤翠瑩。陳水扁呢由總統變成階下囚啦。依家囚車就準備將陳水扁呢就係送去看守所㗎。有民進黨嘅立委啦，特別係陳水扁的係嘅嗰班立委呢，就嚟到呢度就係送陳水扁。咁佢哋頭先嚟到呢，就係主要係抗議，話今次成個審訊係唔公平㗎。咁佢哋又提出啦，話既然依家係拉咗陳水扁，要羈押佢，咁其他涉案嘅人呢，係咪可以呢？就係等佢哋保釋外出呢？佢哋提出一個咁嘅要求。目前嚟講，掌握嘅資料都係話啦，陳水扁由於個手係扭傷咗，所以陣間呢係唔會安排佢呢，就係戴手銬呢，就上車㗎。而陳水扁亦都透過佢嘅律師啦，就係通知咗太太吳淑珍有關佢呢係被羈押呢個嘅消息。咁陳水扁其實喺10月5號，上個月5號呢已經預告咗話自己呢會被羈押㗎啦。咁結果呢，到今日呢就係終於先係成為事實。咁佢入到去看守所之後呢，佢會被韞喺間雙人房度，佢需要着囚衣。咁而佢嘅同房嚟講呢，看守所方面呢，就除咗會考慮咗政治立場之外，咁亦都呢唔會安排一啲有暴力傾向嘅犯人呢係同陳水扁同房。咁而家目前外界關注嘅焦點呢，亦都落咗喺陳水扁個仔陳致中同佢新抱黃瑞正身上，亦真係想睇下呢，就係特偵組方面會唔會呢，就係進一步召佢兩個人呢，就係再一次呢，就係上庭。咁至於吳淑珍部分呢，就係頭先特偵組嘅主任陳維南已經講過啦，喺今日呢，就唔會傳召陳水扁嘅夫人吳淑珍㗎。咁我哋會繼續留意住最新情況，先將時間交翻俾盤翠瑩。